当所有人看到科夏之美，追求孩子的园区，我希望以后下次更多的新人在这边结良缘、定终身。哦，这个地方。客家集团会有什么感想呢？先访问新娘子好了。就很荣幸可以来体验那个客家的礼数，是。大家你好，谢谢你们都来这里看这个客家婚礼，谢谢，我很开心在这里跟你们，所以谢谢。Thank you. 蓝色的勇气，我不用把色色来给点，色色来给点。来，我们也借由这个呢有创意的方式献花给新娘之外呢，祝福新郎新娘幸福长长久久，永浴爱河，请上灯。神灯神的果，1999电火，100田地，200果糖，夫妻对拜，夫妻对拜。大家呢能够在这么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的这个鼓励之下呢，完成了这样子的终身大事啊，真的是值得一辈子呢，作为一个珍贵的纪念。新郎新娘听乾坤，来年一天生贵子，祖先功德永流延，福泽绵延就传子孙，共同建立幸福美满的未来，永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新郎、新娘，大桃花。来，我们请现场来宾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这非常非常的特别哦，特别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现在的婚礼哦，现在的人呢，因为讲任何事情都讲究速度嘛，所以呢，这个头花呢，已经由这样子的变成改良版的那种塑胶的红花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可惜哈。今天在我们这个哈卡该传统跟哈卡该婚礼哦，就可以看到哦。我们的长辈呢，红包也准备好喽。好，我们也有祝福的话要来祝福新人哦。新娘奉茶茶油条，立委呢，还有我们市议员，民意代表都莅临现场哦。